即款小孩是第4年啊，应该不是因为你的点心。各位学姐，我们是不是呢？真的是无怨无悔，从不缺席的，跟他们做一个指导以后，他们是感恩在心头，还要家长会感恩的。只要学校感觉伊会使，互要读的记得，昨下嘛佫有即摆一个小朋友，妈妈在因好生来记得。昨天是下着大雨，他住在2镇，伊应该是住伫几点？等他们过来吼，后学8点在家用早餐的时候会访问。巧丽，你敢出门啊？伊讲这妈妈我出门啊嘞。啊，迄个吼，你遐落雨落，我讲我这雨落这大，我今日无出门啊，开车还细意，他已经开车出门载3个孩子。各位学姐，这阿姨讲咱今日面对了后，咱伫咧示范的过程内底，带动的过程内底，我们只有给他一种爱。那么而且咱讲的这为什么要读书？我拢感觉讲，少年因所留落来这定义，就是要尊重着咱诶言行礼节。那么咱再来流传的，各位学姐，上天赐给我们报酬哦，囡仔对咱的一种的尊重，家长对咱一种的尊重，不过就是上天互咱。那么而且互我感受讲，咱前日要真正有法度，伊着3中，伊着爱先优点。爱是瓜葛无名，就是咱天气的过程内底，咱对这礼、制度甲咱这课文的，是毋是有适用伫咱的百姓，伫咱的兄弟姊妹，还是互伊个愈无方便？那么咱伫这制定的过程内底，咱有以身作则，这无心所求的，这是重点哦。相行守礼、守法、统一问题、语言上平下效，会当达标。咁伫国家内底讲，君臣民会当上情下效、上行下效，会当达标，会当真正甲一个国家天下第一，当非常而且富有。那么有倒对甲咱家己咱今日有守礼、有守制度，有学经典，那么伫这过程内底，相信各位学姐，我们还是可以伫咱家己的，咱会当伫咱家己。所以呢，而且我感受讲，像咱一贯道真的是平等咱的三宝统一，咱的标准统一，重点在哪里？3朝统一。我看咱看着资料时，真正嘞3朝统一呢，刚刚我看了咱土地公求道的这个过程里面，表文也是一样的。咱的上下你所念的，这个板德理解，嘛是同款的呢，所以还是3朝统一。所以我们才能够真的望天下，达到这个标准。那么当然节，我看呢，有伫联强国际看了一本册，这个观念漫谈。迄个杜书武的是联强国际的总裁嘛，他也是一个执行长。那么他说了一句话：你现在有这个，而且这个执行长他要有德，而且制度文字要有考据。伊讲纪律就是专业。你有守纪律的人，你今日才有代表你专业。那么咱今日守法条，咱今日出去守法条，咱有出国外面无？有天上天下无？有守规道义无？15条有规咱有守无？其实这拢是同款的意思，同款的意思。所以伊讲纪律就是专业，专业就是爱纪律，纪律若无，伊讲纪律啦，守这纪律没有很困难，伊讲没有很困难，就是一种认知跟一种习惯，一种专业，那是咱权责的精神。因为咱培养地主，咱心大伤则大开波的担任。那么这个过程内底，我们有没有权责的精神？有没有见人谈道、见上面见维护到我们的五大责任？我们有没有守住？所以而且呢，这是学校的这个体会。那么只要咱学长老师论，咱来得有一个方便，一个方便。那么而且是讲有一点点。